请问红菜除了红红菜以外，嘛有人甲什么食物号做红菜呢 ？A. 柑仔蜜 B. 茄啊 C. 葱头。嘿，你有40秒时间。红葱头啦，红葱头啊，但是无人讲红菜，对无？红葱头嘛。球啊，你个茄啊，唔是红色的，是茄啊紫色的。柑仔蜜，啊无，柑仔蜜，柑仔蜜就是柑仔蜜是토마토， 柑仔豆但是什么唔是？乌鸡啊，乌鸡啊吗？菜，无，因为柑仔蜜伫咧南部算是菜类的。是，你拢食咸的。因食咸的，所以伊唔是水果。哦，所以伊个叫做红菜。红菜，有无？菜因为问类的。导游啊，阮豆油啊，豆油果啊，啊，南美甘草啊，姜啊，够你处理，嗰是我处理。对，我是我感觉，食就对。你平常时啊，交朋友是要创啥？我嘛对啊唔知呢。我是感觉后回你家己来就好。我家己来就好哎呀，奖金嘛免分因啦。确定。好，哎呦，好，你的答案是。我确定我的答案是 A 柑仔蜜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柑仔蜜对唔对？对？真坏。好，来，有机会来啊，机会来啊！啊，哥哥对真好哦。对啊，是红红菜，红红菜，其实有小可鸡的，哎，小鸡，鸡血，鸡血。对。还是，所以阮是讲答案是 B。哦，球球啊，啊，是确定哦。对啊，相信家己。我爱有信心，好，爱有信心来 B。我来讲一个啦，因为红葱头嘛，人是讲红葱头，袂讲红菜啊，是，所以应该有可能是删去法的话，应该是球啊，是一个很紧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球啊，对唔对？好强哦！相信家己。好，来，老师。你想迄个球啊，吼，球啊也形，嘿，吼，敢若啥呢？敢若查甫人的生殖器官，啊，所以吼，若讲到球，有些人就想歪去，想对迄去，啊，所以伊就伫高雄啦，吼，台南遐的人吼，因就甲这个球，吼，甲讲红菜，是惊人乌白想对遐去。哦，好啦，迄红菜应该是迄个红阮红啦，哦，就是阮红迄个菜。哎，就问讲啊，你要买倒一条哦？阮人就这个 size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哦，谢谢老师，上个咱袂当搁甲因当作想歪去。哦，是安尼啊。无伊个型汉尔啊济，安尼遐健昂嘛无好。咱找阮人。好，